你覺唔覺揸得越實嘅嘢，越難見到新嘅可能？人生同四季一樣，死死生生先至係自然定律。嗰段拖咗3年嘅感情，份做咗10年但唔開心嘅工，我哋成日以為揸住舊記憶就唔會輸，點知輸緊嘅係眼前嘅春光。放手唔係要你忘記，係將意點解當初轉做多謝你教識我。試下同鏡入面嘅自己講，辛苦啦，而家可以休息下啦。深呼吸3次，呼走舊年嘅委屈，呼走上個月嘅唔甘心，最後一次吸返今日嘅新鮮可能。你聽個宇宙話，騰空嘅手先接到禮物。個天收走你份工，可能想逼你創業，一段關係散咗，或者係為真正嘅蘇味騰位。信唔信得過？個世界正在用佢嘅方式寵壞你。個諗起都仲會痛嘅明，嗰單諗極唔明嘅點解。今日俾個機會自己，將佢哋打包寄去唔使回覆嘅地址。對住塊鏡練習呢句，我值得更好嘅劇本，跟住你就會發現，原來新故事嘅第一頁早就偷偷夾咗喺你每日返工嘅路上。